入去坐低，高位閘到好似坐監咁，隔離位個阿叔咳一聲，啲口水都差點飛落你碗雲吞麵度。你啱啱攞起對筷子，高夥計就已經啪一聲將張單拍喺你碗面，眼神好似欠咗佢幾百萬咁，仲要補多句食快啲啊！出面大把人排緊隊。呢種感覺，相信每個香港人喺呢2-3年都感同身受。都點解我哋喺自己屋企食餐飯要好似受罪咁？點解我哋寧願每個禮拜6日山長水遠拎住個回鄉證喺深圳灣或者落馬洲排成個鐘頭隊，都要用去深圳做上帝？今日我就同大家捉蟲七解呢場美食帝國大逃亡背後，到底係香港餐飲業自作自受，定係時代真係變咗？講真，以前香港係名副其實嘅美食天堂，但唔知由幾時開始，呢個名號已經變咗一種諷刺。而家喺香港食飯，真係有一種貼錢擺難受嘅感覺。你位下2024年嘅今日，你去一間普通嘅茶村窗，叫個沙爹牛肉麵加杯凍梨茶，閒閒地都60-70蚊，60-70蚊唔係問題，問題係你得到啲乜嘢服務？好多時你入到去係冇人理你嘅，你要好似求佢咁先攞到張餐牌，坐嗰張凳仲係幾十年前嗰種硬橫橫嘅木凳，仲要同陌生人搭位，角落地鐵角落底，你食得慢少少，個阿仔就過嚟收你隻碟，嗰種壓力真係慘過返工。但係一過咗關，嗰種反差真係大到你唔信。你去到深圳求其一間商場入面嘅村巷，人哋未入去就已經有人笑面迎人，問你幾多位，遞杯熱茶俾你，坐嘅係霍落嘅梳化位，冷氣夠大，空關感十足。最重要係乜嘢？係嗰種被尊重嘅感覺。喺深圳食飯你係客人，人哋真係當你係上帝咁菜，服務員會主動幫你斟水、換個碟，甚至連你想叉電，人哋都幫你壞埋。呢種服務質素喺香港真係搵唔到。有人話深圳平價啲嘛，係平係一個因素，但係絕對唔係全部。而家香港人北上已經唔單止係為咗平，而係為咗個質。你試下攞港幣100蚊喺香港食到啲乜？可能只係一個普通嘅午餐定食，但你拎住100幾十蚊人民幣喺深圳可以食到一餐好豐盛嘅酸菜魚，甚至係潮汕牛油貨架，仲要包埋無限造價嘅水果同小食。2024年嘅匯率雖然唔係話最好，但港幣仲係好使好用。再講香港餐飲業而家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老本行，好多村種仲係用緊20-30年前嗰套半年物。佢哋覺得我有嘢俾你食，你就要感恩大德，唔好要求咁多。但佢哋忽略咗而家嘅收費市場係有選擇權嘅。深圳嘅餐飲業總共大到你想象唔到，所以佢哋必須要不斷創新，無論係裝修、菜式定係科技應用，都行得好前。你喺深圳食飯掃個二維碼就點到餐，俾錢又方便，仲有好多優惠券可以特價使用。仲反觀香港有啲村場仲係要收現金或者收你10%嘅服務費，但係完全冇服務可言。我聽過好多朋友講，佢哋以前好中意喺香港周圍乞食，但而家寧願留喺屋企煮，或者索性返內地食。點解堅咁心理唔平衡？喺香港你覺得自己係去屈爆個肚，而唔係去享受生活。喺深圳你可以坐喺度慢慢吹水，冇人會趕你走，冇壞位嘅限時90鐘。呢種放鬆嘅感覺，對平時壓力爆表嘅香港人嚟講，簡直係救助。租金貴、人工高，呢啲係死害。2023-2024年呢段時間，香港好多老牌村莊紛紛執笠，其實好大程度係因為成本控制唔到。但係呢個唔係服務態度差嘅滯後，你租金貴，所以你要將個價錢定高啲，呢個大家可以理解。但你唔可以因為租金貴就對客人呼呼喝喝。而家嘅情況係香港村場嘅性價比 CP 值已經跌到係一個根本嘅水平，大家有無闊遠。而家深圳嘅商場基本上係為香港人量身定做咁，你一出關口就有支筆巴士送你去各大商場，喺商場入面周圍都傾到廣東話。有時我仲以為自己去咗銅鑼灣或者尖沙咀，但係人哋嘅硬件設施真係做得好，廁所乾淨，又月形室，有大量嘅休息位。嘅香港嘅商場除咗鋪頭就係鋪頭，想立張凳坐下都難。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多樣性。將深圳嘅餐飲係集合咗全國各地嘅精華，四川菜、湖南菜、東北菜、新疆菜應有盡有，而且味道做得好地道。香港雖然都有，但往往為咗迎合香港人口味而改到不倫不類，或者係價錢貴到離譜。而家香港嘅年輕人，佢哋追求嘅係新鮮感，係打卡嘅價值。深圳啲村莊
裝修到好似御宅館咁，求其形狀上擺上社交平台都大把人點讚。其實好多香港老磅而家都好頭重，佢哋話我哋都想改善服務呀，但係請唔到人。呢個確實係一個問題。香港勞動力短缺，好多服務員都係50、60歲嘅阿仔阿叔，佢哋做咗幾十年，已經做到麻木晒。你叫佢哋保持美厚、體貼入微，真係難過登天。但問題係，如果個行業唔轉型，唔可以頒發任一科技或者改善工作環境，呢個惡性循環只會越演越烈。我哋再睇下2024年上半年嘅數據，每逢長假期，香港嘅出境人數都係幾十萬咁計，而入境嘅遊客消費力又大不如前。呢個現象其實係一個警號。如果香港餐飲業仲係維持現狀，唔去反思點解留唔住自己人，咁美食帝國呢個標場恐怕好快就會蓋過美食天堂。我西邦有個朋友，佢係典型嘅身份，佢話以前覺得返內地好老土，但自從上年跟朋友去咗一次佛堂之後，佢就回唔到頭。佢話喺香港食餐酸菜魚，2個人要500幾蚊，仲要等位等成粒鐘，食完之後仲要趕住走。喺深圳2個人200幾蚊搞掂，仲有啲小食、冰粉變外送，環境仲要忍幾倍。嗰係收費書，為咗點解唔算好啲嗰個？呢句話真係好骨感，但亦都好真實。乜嘢山莫開市客，簡直變成咗香港人嘅周末朝聖地。點解以為人哋大 K 煲財庫爬交優勢太明顯？以前係內地人落嚟香港掃化，而家係香港人想去深圳搬嘢。呢種大環境嘅改變，反映出香港成個零售同餐飲業嘅競爭力正在流失。廣泛餐飲，其實香港都有做得好嘅村行，但係真係擺少見少。尤其係嗰啲有心做、有質素嘅小店，往往因為頂唔準高昂嘅租金而被迫結業。留低嘅一係就係大財團旗下嘅連鎖店，味精重、情緒化，完全冇咗嗰種人情味；一係就係啲貴到離譜嘅高級食府，唔係一般平民百姓日日食得係。喺深圳，我見到好多村廠都好肯投資喺員工培訓度，佢哋嘅服務員好多都係後生仔女，雖然人工未必好高，但佢哋有一種 concept 嘅衝勁，對客人相對客氣，加上內地有一套好完善嘅評分系統，如果你服務唔好，客人在美團或者大眾點評度逼個差評，間鋪可能就咁去咗。所以老闆同員工都好緊張個口碑。而香港呢，好似仲停留喺你內食唔食，唔識就拜嘅年代。我並唔係要唱衰香港，作為香港人，我真心希望香港嘅餐飲業可以好。我懷念以前嗰種雖廉樸，但係充滿活力、充滿人情味嘅食肆。我懷念嗰種雖然貴少少，但係物有所值嘅感覺。但係而家我真係覺得好攰，食餐飯啫，唔使好似打仗咁，唔使好似要睇人臉色咁。如果你問我香港點樣先可以贏返港人嘅心，我覺得第一步係要放下身段，唔好再覺得自己係老大哥，唔好再覺得香港品牌就一定係好嘢，要認認真真咁去睇下人哋點解做得好，點樣利用科技提升效率，點樣改善空泛感，點樣令到客人覺得物超所值。有人可以話深圳啲嘢食唔安全，有地溝油，但係2024年嘅今日，內地對於大商場、大品牌嘅食品監管已經嚴咗好多，反而喺香港近年都爆出唔少視頻安全問題，所以呢種舊有嘅觀念已經唔足以成為香港人唔返內地消費嘅理由。其實香港人好簡單，我哋要求嘅唔係乜嘢絲滑嘅享受，我哋只係想要一個權值少少嘅空間，一份熱辣辣有質素嘅食物，同埋一個正常唔係黑口黑面嘅對待，就係咁簡單。如果連呢啲基本嘢都做唔到，咁就唔怪得大家要大逃亡。而家每逢周末，羅湖、佛壇、深圳關嗰啲口岸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呢啲全部都係香港人用腳投嘅票。每一張回鄉證背後，其實都係對香港餐飲業嘅一種失望。更留能將時間花喺一個令我哋受氣嘅地方，我咪？如果香港嘅業主可以撳下租，如果老闆可以對員工好啲，等員工心態正面啲，如果政府可以喺政策上幫下啲有特色嘅小店，香港或者仲有一線生機。但係如果大家仲係互相推卸責任，業主加租加到盡，老闆縮緊開支縮到慘，員工態度差到急，咁香港嘅美食天堂呢個光環真係可以攞去填海。講到尾，消費係一種心理概念。當我喺深圳用一品嘅價錢得到雙倍嘅快樂，我好難揾到理由叫自己留喺香港。2024年嘅下半年，我相信呢股北上熱潮只會越演越烈。如果你問我香港人係咪唔愛香港？唔係，我哋好愛香港，正因為愛，所以見到佢坐落成咁，
先會覺得咁心痛。我成日都喺度諗，點解香港人咁鍾意排隊過關，排隊攞位食酸菜魚，排隊擺手有人品，或者排隊對香港人嚟講已經係生活嘅一部分。但問題係，我哋排隊係為咗得到乜嘢？以前我哋排隊係為咗香港特有嘅美食，而家我哋排隊係為咗逃離香港嘅無奈。深圳嘅崛起其實係俾香港餐飲業一塊鏡，照清楚自己到底有幾多不足。近地唔係單靠評，係靠成個生態系統嘅完善，由交通配套到資費系統，到服務態度，到產品創新，係全方位嘅領先。香港如果仲係抱枕守缺，以為靠香港製造4個字就可以橫行天下，咁真係太過天真。有時我同啲老一輩嘅長輩傾偈，佢哋會話：以前我哋食嘢邊有咁多要求㗎？有得食就得啦。但係時代唔同咗啦。2024年嘅難情一代，佢哋係望額原住民，佢哋睇到嘅係全世界，佢哋會比較，佢哋會要求性價比，佢哋會要求體驗感。如果我哋仲用50年前嗰套思維去應徵2024年嘅生意，失敗係必然嘅。我希望有一日，我走入香港求其一間春聯，可以唔使金分被人趕走，可以唔使金分食到一套戲。我希望有一日，香港嘅村錢可以重新執翻起嗰份對食物、對客人嘅尊重。到嗰一日，或者我哋就唔使再喺後院排隊排到腿軟，可以安安樂樂喺自己嘅城市享受一餐真正嘅美食。呢場美食帝國大逃亡，其實係一個試裝重新洗牌嘅過程。優勝劣汰，從來都係硬道理。香港餐飲業真係要爭氣啲，唔好再喺度怨天尤人，話點解香港人唔支持本土商飛。你要人支持，你首先要逼到人一個支持你嘅理由。如果你問我2024年香港人最想要嘅係乜，我會話係一份體面。我哋辛苦勒錢，都係想生活得好啲。食餐飯本嚟應該係人生最基本、最直接嘅快樂來源。如果連呢點快樂都要俾暴奪，都要俾粗略對待，咁我哋寧願去深圳違反呢份苟期嘅上帝咁講。香港人嘅耐性係有限嘅，當大家習慣咗深圳嘅物美價廉同尊貴服務，你要佢哋反轉頭去接受香港嗰種慣收工、無禮貌、高雙飛嘅模式，簡直係冇可能。呢個係一個不可逆轉嘅趨勢，除非香港餐飲業可以發生一場翻天覆地嘅革命。我喺度大膽預言，未來2-3年，如果香港嘅租金同服務態度冇實質性嘅改變，會有更多嘅連鎖品牌頂唔順，會有更多嘅特色老店消失，而深圳會成為香港人嘅後花園，甚至係煮飯堂。呢個係蝕行，雖然聽落好殘酷。所以就我想對香港嘅餐飲從業者講一句深度話：香港人其實好容易滿足，你只要俾翻我哋應有嘅尊重，你只要喺食物質素上落多啲功夫。唔好下下都係預製菜，唔好下下都係味精通，我哋係會翻嚟嘅。呢度係我哋嘅家，但係喺你哋改變之前，我下個禮拜都係會繼續返深圳做我嘅上帝。呢個稍為係進步緊嘅，種種亦都係全球合嘅。當深圳嘅商場已經做到好似主題公園咁，當人哋嘅服務已經細緻到幫你搏埋下殼，香港嘅村莊仲喺度計價緊嗰1-2毫子嘅外賣罰舒服。呢種卡局嘅高下立見，我身邊有好多做餐飲嘅朋友，佢哋都話而家好難做，但我見到有啲小店，佢哋用心對客，雖然位處偏僻，但依然客似雲來。呢啲例子話俾我哋聽，市場唔係死晒，係你識唔識得轉型。如果你仲係覺得香港人返內地係因為崇洋媚外或者唔愛港，咁你就完全走錯路。我哋返去係因為我哋係收費車，我哋追求緊更美好嘅生活體驗，就係咁間店。2024年蜜月，我坐喺佛騰一間火家店入面，飲住人哋俾妹提供嘅酸梅湯，睇住個師傅喺度表現拉麵，再回返起琴日喺香港某間茶川餐被亞姐漏嗰種委屈，我心入面真係百感交集。香港你幾時先肯醒？唔好再叫我哋留港雙飛啦，先俾一個理由我哋，當美食天堂變收美食帝國，當待客之道變收受氣之道，大逃亡只係一個開始。我希望呢篇稿可以令更多人反思，唔係單純嘅抱怨，而係要得出呢條出路。希望下一代嘅香港人唔使再好似我哋咁為咗食餐好飯要跨越條深圳河。我哋想要嘅只係一個可以灣居樂遊，可以開開心心食飯嘅地方。2024年係香港餐飲業嘅轉折點，係繼續沉淪定係浴火重生，全靠你哋自己。我哋呢班普通市民會繼續用我哋嘅錢包去投下最真摯嘅一票。呢個題目可能講到好多人心入面最痛嗰個位，但我哋必須要面對。2000係殘酷嘅，但只有面對2000係先有改變嘅可能。
深圳做上帝，香港受氣，呢個對比，希望可以早日消失。聽我咪，如果大家聽完我呢段分享，心入面有共鳴嘅話，不妨下次食飯嘅時候多啲留意下你身邊嘅環境同服務。如果有做得好嘅香港村窗，請一定要大力支持。但如果係嗰啲態度惡劣嘅黑店，我哋亦都唔好再縱容。香港人加油！香港餐飲業，請你哋都要加油，唔好等所有人都逃離咗先嚟後悔，到時就真係太遲啦。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雖然話題有啲沉重，但我覺得係非常有必要講出嚟。我哋下次再傾下其他關於香港人生活嘅大小事。大家哋都無論喺邊度食飯，最緊要係食得開心，食得開有尊嚴。